賽嘅，包括第一線度人際資料嘅200幾年中學龍舟隊，第二線標沙永學者，第三線香港科技大學龍舟隊，第四線宇宙足協聯娛樂，第六線香港青年龍舟聯盟，第七線宣教院黃克競龍舟隊。佢幾啖好啊！咧實較高嘅就算係第四線做嘅宇宙足協聯娛龍啊，咁啊而家咧變咗喺第四線咧就6、7線嘅爭啦，因為而家見到第6線嘅香港青年龍舟聯盟，仲有第7線宣教院黃克競龍舟隊3支嘅隊伍咧，而家暫時係停排住咁樣係去進入最後嘅100米。呢個最快一中間，差唔多衝線啦，已經。暫時睇到直線都係咧4號、6號同埋7號第四線嘅宇宙足協聯娛龍，睇下進入最後100米會唔會開始變咗咧速度會加得快少少啊？因為而家仍然都係俾第6線度嘅香港青年龍舟聯盟咧就拎住喺頭，第2位係宣教院黃克競，好啦，去到最後50米啦，就開始後邊嚟咯喎，宇宙足協聯娛龍開始越嚟越快，哇！單10米嘅已經咧係由第2上翻去第1，如果9點衝線嘅應該就係第4號嘅宇宙足協聯娛龍，第6號香港青年龍舟聯盟，第7名7號線宣教院黃克競龍舟隊。要靠後勁趕上嚟咧，最後100米前應該都要加速㗎啦，但係佢可以咧不斷嘅加速。高速嘅咧係超過咗呢個香港青年龍舟聯盟啦，上到第